这洪灾已经过去这么久了，州督为何还不将赈灾物资发送过来？看这些灾民，太可怜了，这样下去会闹出大瘟疫的。是啊，这狄泉虽归属州地，但是为晋国所管辖。我们虽将求救的公文送到朝内，但朝内回复，让我们找晋国想想办法。咱们这里现在已经是属于两部管的地方了。是否向晋国求些援助？求救的公文2个月前就已经送到晋国，可至今没有一点音信。还是我们再想想办法吧。嗨，这朝廷，当时陛下避难时想起到我们狄泉来，可如今狄泉发生如此大的洪涝灾害，朝廷竟无一人来管我们，也太没道理了。哎，不可乱说。朝廷可能也有难处，还是我们再想想办法吧。先生，您本是治学之人，刚到此地不久，就赶上这里发生这么大的灾害，也够为难您了。唉，请。来，把这个都贴好啊。对，一定要贴好。咱们走吧。行行好，给点吃的吧，我好多天都没吃东西了。师傅，这里的灾民可真够可怜的。先生，给点吃的吧，给点吃的吧，给点吃的吧。哎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好，大家稍等。请大家稍等，大家稍等。华太，车上还有干粮吗？还有一些，不多了。快去取来。是先生。稍等一下啊！干粮马上就拿来了。来，快，快！谢谢，好人，拿着。给我一个，谢谢先生，师父，他们疾苦到如此地步，为何没有人管呢？童心，去车上把钱币取来，分给他们，让他们买些食物充饥。好。谢谢先生，救命的粮啊！这些好人谢谢先生救命！没有你，我们来，谢谢先生，拿着，来，谢谢，好，拿着，来，救人！谢谢你啊！拿着。救命恩人呐！师父，刀币全都分光了。谢谢。咱们车上还有什么能分给大家的？除了一些衣服和书简，其他的都没了。这样吧，把我的衣服分给大家。师父，那您穿什么呀？我一身衣服足矣，快去吧。先生，你干净真好啊！谢谢你，先生。
家不必如此多礼。你把那个布拉下来。发生了什么事？易大夫，有几个外乡人好像在给百姓分食物。外乡人，走过去看看。请。谢谢先生了，谢谢先生，谢谢先生，大好人，先生真是好人呐！谢谢先生啊！拿着。谢谢先生，谢谢多谢。好人呐，多谢好人呐！谢谢，让一下，请让一下。谢谢。请问，这位先生从何处来，在此施舍？你应该是这里的易大夫吧？哼，先生好眼力，我就是这个易的大夫文子。请问，先生是？我是李耳。李耳？你是名扬天下的大圣贤，身任大周守藏、柱下二使的老子。文大夫客气了。久闻先生大名，今日能见到先生，实乃文子一生的荣幸。请问文大夫，这里究竟发生了何事？为何百姓们如此疾苦？唉，先生有所不知，几个月前，这里发生了一场洪灾，死人无数。这个小小的狄泉城财力有限，现在百姓们连饭都吃不上了。这里已经是饿殍遍野了。你身为易大夫，为何不将这样的情况上报，让朝廷安排赈灾之物呢？早已上报，可至今朝廷没划拨一点的救灾物品。这狄泉百姓皆是大周之民，朝廷怎可以袖手旁观呢？唉，现在百姓们无家可归，这眼下又要到雨季了，再这样下去，只怕会发生大瘟疫呀！这样吧，我给陛下写一书简，请陛下安排朝中官员解决这里的灾情。多谢先生。文大夫，不必客气。先生，请到这边，那里有竹简。你们留在这里。先生，请。请。先生，请坐。这就是狄泉城的临时驿衙。将竹简拿过来。先生，好。你速派人将此竹简送到洛邑，呈给陛下。先生，我们一个小小的狄泉信使，怎么能见到当今陛下呢？
啊，不妨。你派人到京师，到殿前找直官大夫，就说李耳有重要书简，要呈给陛下。诺，先生。站住！你找谁？在下从狄权而来，有重要书简交与直官大夫。狄权？谁的信件？是老子先生让在下送来的，交给我吧。老子先生让在下亲手交于直官大夫。你这人真啰嗦！直官大夫是谁见都能见的？这……好吧，请务必将此书简交与直官大夫。我知道了。陛下，此事微臣也是刚刚知道。狄权虽为州地，但现归晋国管辖。陛下，您看此事如何办理？现在，要不是老子先生捎信，狄权百姓岂不成了无君之民？最重要的是要救济百姓，你立即派人调集物品，运往狄权赈灾。诺。慢点啊！这个给我吧。你从昨天开始放那边。吃东西了。好，谢谢。这个放紧点儿。再去搬那个。好。来，我俩一起。哎，好。这是。哎。咱歇会儿。好好好。哎。狄大夫，朝廷运送的物资已经送到。辛苦，士兵们，赶快！来，快！好，快点啊！全部都卸到那边啊！好，给我。卸得整齐一点啊！先们放好了，好，不要撒了一颗任何一粒粮食。来，乡亲们，朝廷给我们发粮食了，我们有救了！乡亲们，朝廷给我们发粮食了，你们有饭吃了，有饭吃了！谢谢朝廷，谢谢朝廷了。这次多亏先生，朝廷才送来救灾物品，要不然这狄权百姓还不知道要受多大的苦难。文子代表狄权百姓谢老子先生。啊，大丈夫何须如此？快免礼。救济灾民乃为人之责，我李耳也没有做什么。你还是尽快的安排接济灾民吧。文子这几日与先生交往，深感先生是个大圣大贤之人。先生的大道之学，使文子感触至深。先生若不嫌弃，文子愿拜先生为师，与先生一同共传大道之学。你乃一邑之长，掌管狄权，哪有什么时间传道啊？你还是安心的在这里做你的大夫吧。先生有所不知，文子本也是个治学之人，后来当上了这个邑的大夫。遇到先生之后，发现自己要学的东西太多了。先生若不嫌弃，文子愿追随先生周游天下，共传大道学说。难得你如此诚心，但狄权灾难刚过，现在又暴雨连绵，狄权百姓最重要的是尽快的脱离苦难。你现在一定要留在这里，帮助狄权百姓
重建家园。诺，先生，文子听先生的话，现不离开狄泉。但文子一定要先拜先生为师，请先生一定要答应。好吧，既然你一心向道，我就收你为徒。谢师傅。好，师傅，弟子有一个问题想要向师傅请教。你说吧。师傅，你在朝中为官几十年，请问有何感受？我为官几十年，经历了几十年的天下之乱，尤其是朝中内乱。朝中为官者，无论是王子还是大臣，都为欲望所迷，争来斗去，少有为天下百姓着想。他们都不明白为官之天职。师傅，为官之天职是什么呀？官为荣禄，天职乃民。民为官之本，无民何来官呢？多谢师父赐教。师父，你这就要走，也不知道何日才能相见呢。谢谢先生，谢谢先生，谢谢啊！相见自会有时。现在暴雨刚停，天气刚刚放晴，你要尽快的将灾民们妥善安置。先师有空时，要细细体会大道学说。师父，文子一定谨记师父教诲。谢谢易大夫，谢谢先生。哎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都有啊。师父，此次要去往何处？我想先去晋国拜祭长虹先生，然后回故乡取人礼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也该上路了。你快回去吧。师父，一路保重。好。先生坐好。好，走吧。就。
别难过了。长虹先生若在天有灵，知道你来祭奠他，一定会感到欣慰的。唉，一代乐师竟成了替罪羔羊，就这样惨死他乡。师父，咱们走吧。好，咱们走。快跑啊！快跑啊！快呀！快跑啊！快呀！快呀！快跑啊！快呀！快跑啊！等我！快跑啊！快点啊！完了就让他先走吧。先生，这里好像刚打完仗，你看路边都是尸体。我们现在到了什么地方？咱们好像到了魏国。先生，这里一定是魏国和曹国在打仗。您看，战争一起，生灵涂炭呢。前方是什么人？禀将军，前方有辆马车，不知是何人。不知是何人？现在战事紧急，不会是曹国派来的奸细吧？我们过去看看。什么人？你们什么人？啊，这位将军，我们是过路的百姓。过路百姓？现在魏曹正在打仗，百姓们都不知道逃到哪儿去了。你来此战场，一定是曹国派来的奸细，到此刺探军情。来人，把他们抓起来！哎，你们这帮当兵的，为何如此不讲道理？我们是过路人，你们为何说抓就抓？过路的，从哪儿过不好，偏要从此地过？你难道不知这是战场吗？战场？这里哪儿写着战场二字？我们又怎么知道这里是战场呢？你这女子，怎么说话这么刁钻？来人，把他们带到刘将军营中。诺，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点，小心点，快走！哎。今日一战，大获全胜，曹军大败。多亏各位将军奋勇厮杀，来，我敬各位将军一杯。大将军威武，要不是大将军指挥有方，我军也不会打这么一场痛快的仗。我等敬大将军，敬大将军。好。这次曹国虽兵败，但并未伤元气。改日我们与他们决战，定要将其全部消灭。对，我们定要将其全部消灭。报！禀大将军，刘将军抓到几名奸细，把他们带进来。诺。
刘将军，刘将军，大将军让您把奸细带进帐里去。好，走，快点。禀大将军，在魏曹边界抓到几名可疑之人，怕是曹国的奸细，请大将军发落。你们是何人？为何要到魏曹边界？大将军问你们话呢，为何不回答？说过多少遍了，我们是过路人。此人看着眼熟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是啊，大将军，依小的看，这几个人一定是奸细，不如拉出去斩了算了。大将军，你既然是大将军，就应识得真伪，不应无端污蔑我们是奸细。看什么？我脸上又没写奸细二字。大将军，这个人如此不可理喻，推出去杀了算了。推出去斩了！李宗将军，什么？李宗？你们都退下！你怎么知道我的姓名？我问你，杀死敌国的士兵算什么？那当然是英雄。那如果弑父杀兄，又算什么？那便是千古罪人。李宗，你还认识我吗？你是？30年前，是谁抱着你，跋山涉水，历尽艰辛，把你送到魏国舅舅家的？李宗，你还记得吗？你是同心姑姑。同心姑姑，我李宗真是瞎了眼。起来，看看他是谁。如果你把他杀了，你就真的成了千古罪人了。爹爹，宗儿，宗儿，宗儿，爹爹，宗儿。爹，宗儿不孝，今日差点犯下弥天大错，请爹爹惩罚。宗儿，快起来吧，爹不怪你，起来吧。宗儿，坐下。宗儿，我与你爹去魏国多次找过你，可你舅舅家已搬走，我们找了很多次，都没找到。孩子，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？爹，同心姑姑那年将孩儿送至魏国后，舅舅对我很是照顾。
教我武艺，研读诗书。后来舅舅家搬走了，舅舅临终前将孩儿推荐至宫中，做了宫廷尉官，颇受魏公赏识。后来孩儿带兵打仗，战绩辉煌，被升为大将军。对了，今天你们是在摆庆功宴是吗？是的，爹爹。今日一战，我军击退了曹军的进攻，所以在帐内摆宴庆功。双方交战，死人是不可避免的。是的。据报曹军今日被劫1000余人，但我军也伤亡数百人。今天的胜利，你可以向魏公请功去了吧？这，你知道吗？你的这些荣誉，都是用被你杀死的那些士兵的生命换来的吗？爹，宗儿也不想杀人，可君命不可违啊！君命不可违，天命更不可违。天地万物，人间众生，本可以相安无事，可是，一些君主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，不惜发动战争，陷百姓于水火之中。多少无辜的将士战死疆场，你们不但不痛心，还要摆宴庆功。真是可悲之极呀！爹，宗儿做这些，难道错了吗？唉，兵者，杀人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不可以胜为快。战争一起，尸横遍野，民不聊生，应以悲戚之心处之。胜利之后，当回心反思。芸芸众生，死伤无数，岂有奏开回朝、歌功颂德之理？当以丧葬之礼对之，绝不可再敢有杀伐之心呐！爹爹，打了胜仗自然是高兴之事，怎么要以丧礼处之呢？每个人都有生身父母、兄弟姐妹，一旦战死疆场，与亲人阴阳相隔，他们的父母、兄弟姐妹岂能不肝肠寸断？今天你杀了他们，明天他们又杀了你们，多少人要失去亲生骨肉？宗儿，人生于天地之间，生老病死本应因顺自然，不可以倒行逆施。战争无端夺取他人生命，悖逆大道，而你们怎可以庆贺杀人之后的胜利呢？师父，看你这么多年没见宗儿了，一见面就说这些，还是说说别的吧。爹，宗儿未尝不是血肉之躯，又岂能没有怜悯之心呢？30多年前，为避灾难，同心姑姑偷偷将孩儿送入舅舅家。尽管舅舅对孩儿十分疼爱，但我日日夜夜都思念着太爷爷和爹娘。每隔几日，孩儿就会偷偷地跑到城门外，向远处遥望，盼望着爹娘来迎接我。
但我始终都没有盼到啊。宗儿，是爹不好，有失妇道。后来，我做了大将军，也曾回过曲仁里去看望爹娘。不料，后来得知娘已被害，爹又杳无音讯。这么多年，宗儿见不到爹，时常在梦里哭醒。宗儿，委屈你了。来人！大将军有何吩咐？布置灵堂。今夜我要祭奠母亲。诺。娘，孩儿不孝，为见娘最后一面，养育之恩，来生再报。禀大将军，曹兵又向我们进攻了。速传令，击鼓拔营，全军迎敌。诺。爹，同心姑姑，你们在营中等候，宗儿去就回。宗儿，大战在即，爹要是留在军营，怕会分你的心。我看，我们还是走吧。爹，宗儿，你爹说的对啊。战场凶险，你作为大将军，不能有一点闪失。我跟你爹先回曲仁里，我们在那儿等你。这样也好，那你们等我凯旋而归。宗儿，爹的话你要谨记，不可倒行逆施，更不可有杀伐之心，切记。耕桑楚先生刚来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是个怪人。可这几年，他帮我们卫垒的百姓过上了好日子。今年我家种的粮食，算起来比去年多了2成。这耕桑楚啊，真是个好人呐。大概呀，你还不知道呢吧？听说耕桑楚先生原来是老子的弟子，他原来是个恶人，后来拜老子为师后，他才变好的，还在帮老子传播大道学说呢。老子？哪个老子啊？老子你都不知道，你也太无知了吧！哎，